欢迎来到星光说故事。小朋友、大朋友，请坐到一个舒服的地方，或闭上眼睛。我们要开始说故事咯。今天要说的故事是慢慢学会的小米。在彩虹小学2年2班，有一个小女孩，名字叫做小米。小米有一双圆圆的大眼睛，笑起来很可爱。可是班上的小朋友都不太想跟她玩，不是因为她爱抢玩具，也不是因为她爱打人，而是因为她每天都会问很多一样的问题。每天早上，小米一走进教室，就跑到乔乔旁边。乔乔，我可以跟你做朋友吗？乔乔笑着说，可以呀。过了10分钟，小米又跑过来，小小声地问，乔乔，你真的愿意跟我当朋友吗？乔乔愣了一下，愿意呀，我刚刚不是说过了吗？小米开心地点点头，真的吗？真的呀。可是没多久，小米又轻轻拉了拉乔乔的衣角，那明天也可以吗？乔乔开始有点不耐烦，你怎么又问啦？上课的时候，老师刚刚才说，今天下午要画图。不到3分钟，小米举手，老师，我们今天下午要做什么？老师又重新说一次。又过了几分钟，小米又举手，老师，今天下午要画图吗？班上开始有人偷笑。他又忘记了，笨蛋！教室里传来小小的笑声，小米低着头，没有说话。下课时间，大家在操场玩鬼抓人，小米站在旁边，小小声地问，我也可以一起玩鬼抓人吗？有人说，不要啦。有人说，你等一下又忘记规则了。还有人故意学他，你真的愿意跟我当朋友吗？大家哈哈大笑，小米也小小的笑了一下。可是笑着笑着，他慢慢低下了头，他的眼睛红红的，好像快要哭出来了。他轻轻抓着自己的衣角，一句话也没有说。那天放学，乔乔忍不住问妈妈，妈妈，小米为什么一直忘记事情呀？老师明明说过了，他还会一直问。我昨天才答应跟他做朋友，他今天又跑来问一次，他怎么跟大家不一样呢？妈妈没有马上回答，她只是笑着问，乔乔，你还记得你学骑脚踏车的时候吗？乔乔点点头，记得呀，我跌倒了好多次，膝盖还破皮呢。妈妈笑了笑，那你还记得隔壁的小雨吗？哦，小雨超厉害，我记得他练几次就会骑了。
妈妈摸摸巧巧的头，有的小朋友一下就学会骑脚踏车，有的小朋友要跌倒很多很多次才能慢慢学会哦。学得慢不代表比较差，只是需要更多时间练习。妈妈停了一下，又轻轻地说，每个小朋友学习的速度都不一样。小米不是故意一直忘记，他只是比别人更需要时间学会。如果大家愿意多陪他一次，多告诉他一次，他也会一点一点学会的。巧巧安静地走着，他忽然想起小米每天都很认真举手，每天都很努力想跟大家一起玩。原来他不是故意一直问，他只是想记住，只是需要多一点时间。过了几天，小米还是常常忘记，还是会一直问，今天要上什么课？我可以坐你旁边吗？等一下，我可以跟你一组吗？有时候，巧巧还是会觉得有点烦，甚至想自己去玩。可是，当小米小小声地问，我可以跟你一起玩吗？巧巧还是会笑着点点头，轻轻往旁边站一点，留一个位置给他，因为他知道小米不是故意一直忘记，他只是需要多一点时间。有一天，老师请大家画自己的家人，小米画了好久好久，画错了好多次，橡皮擦到纸都快破掉了。旁边几个小朋友笑着说：你怎么连这个都不会啊？好笨哦！小米低着头，眼泪一滴一滴掉下来。他一直看着画纸，好久好久都没有动，小小的手紧紧握着笔，好像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。巧巧安静地看着他，他忽然觉得小米一定很难过。他慢慢走了过去，把自己的蜡笔放在小米面前，轻轻地说：我们一起画吧。小米抬起头，小小声地说：真的可以吗？巧巧点点头，当然可以。从那天开始，巧巧没有一下子变成小米最好的朋友，他偶尔还是会觉得小米很烦，有时候也会忍不住叹气。可是他开始愿意多等一下，多回答一次，多陪他玩一下。慢慢的，他发现小米其实很善良，看到别人跌倒，他总是第一个跑去扶。有人忘了带色笔，他会把自己的借出去。有人难过哭哭，他也会默默递上卫生纸。虽然他常常忘记事情，可是他一直记得对别人好。后来，班上的小朋友也慢慢改变了。有人教小米玩游戏，有人提醒他老师刚刚说了什么，有人主动牵着他一起去操场。操场上的笑声不再是笑他，而是一起玩耍的笑声。有一天，他又跑到巧巧身边，轻轻地问：巧巧，我今天也可以跟你一起玩吗？巧巧笑了，牵起小米的手，温柔地说：当然可以呀，昨天可以，
今天可以，明天也可以，因为我们一直都是朋友。两个小女孩牵着手，一起开心地跑向阳光下的操场。亲爱的小朋友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学习速度，有的人快一点，有的人慢一点。如果有一天你遇见一个需要很多次练习的小朋友，请给他一个微笑，多一点耐心，多一点陪伴，也许你的温柔就是他今天最开心的礼物哦。如果喜欢今天的故事，别忘了订阅频道或分享。那我们下一集再见喽，拜拜。